大家好，我係蘇崇遠，係期權狙擊手嘅原創設計師。今次嘅示範係期權狙擊手精確精密嘅計算，遠超期權嘅老手。喺大市嘅波動，就算升跌半個行使價之內，足以改變你嘅買入嘅決定。但係原來升跌10點，有時都可能令你改變選下一個行使價。但係再升10點嘅時候，又可能會選翻原本嘅行使價。有時因為升多10點，反而令認購期權嘅倍數由14倍跌翻去11倍。所以本嚟要證明入市前要準確咁計算係十分重要㗎。喺近結算日嘅時候，期權金嘅數值係比較會低㗎，但係佢嘅加碼變化非常之大。槓桿嘅變化亦都會增大㗎，唔同行使價嘅影響嘅差別就更加大啦。而影響期權金嘅同時，我哋所得嘅值博率亦都會起咗十分大嘅變化㗎。呢啲變化就算對一啲十分有經驗，但係單憑直覺嚟買賣嘅投機老行家都可能會察覺唔到㗎。但係所有機構或者係專業嘅投資者，就必定會使用專業嘅軟件計算好先至入市㗎。喺本例當中，我會嘗試跟蹤股價嘅變動，利用期權狙擊手示範中間嘅變化，等你可以了解得清楚。喺呢個例子中，我係會以1萬蚊嚟入市㗎，時限為3日，而上升係3%。如果呢個要求不變嘅話，目標價會跟住現價一齊變化，每10點做一次比較。我係會用2011年5月25日即使想買入期指期權，當時嘅時間係14點29分，當時嘅期指價格係22,500點左右，引伸波幅係16.5。而我嘅持倉時限係3日，5月27號嘅時候又係星期五，所以我會認為個引伸波幅會下跌0.5點，所以設定為16%。我呢次嘅示範，期指嘅價格係22400點，我會每升10點做一個記錄，然之後比較下佢嘅值博率。我會好簡單咁喺呢度點一下。然之後我撳 Page Up， 咁佢就會升咗10點。大家睇見呢個圖表嘅變化相當之大㗎。我想集中睇值博率，所以我淨利潤我就取消咗佢啦。我會記錄住最高利潤嘅2個行使價，然之後作逐一比較，升多10點，跟住430、440、450、460、470、480、490、500，相信大家都見到，有時23400會低過23200㗎。咁為咗使大家更加清楚，我將佢記錄咗落一張表上邊。左手邊嘅係恒指嘅價格，而呢個行係23200嘅值博率，而第二行係23400嘅值博率。我哋睇一睇，喺22400嘅時候，我哋會選擇23200，因為佢嘅值博率係比較高。但係升咗10點之後，我哋會改為選23400，因為呢個行使價係賺多0.8倍。而繼續上去420，我哋亦都係揀23400，直到去22450嘅時候，我哋會發現23400嘅值博率突然間由13.93變成10.63。如果當期指係喺22450嘅時候，我當然會改翻選23200，因為佢值博率係11.54，係比23400為高㗎。咁再升10點之後呢，23400又回復優勢咯，直到去
22490嘅時候，佢係變成13.4倍值博率，但係再升多10點之後，佢突然間又跌返去10.93，而我哋嘅選擇雖然不變，但係佢嘅值博率突然間又少咗2.5倍啦。相信大家睇完呢個表之後，都會發覺期權追擊手係相當準確㗎。佢可以喺升跌10點由首選變成次選，使我哋可以揀到最好嘅行使價。而我只係需要幾秒鐘喺11個唔同嘅期指價格分別比較所有合條件買入而又賺錢，先至去評估嘅行使價，再即時揾出最佳嘅倍數。而喺圖表度，我只需要揀到23200同24200，因為呢兩個喺條曲線上邊係最好嘅行使價。而期權追擊手所計嘅係會由18000點計到26800點之間嘅44個行使價，而選出符合我哋買入條件嘅行使價，再將啲最好嘅行使價顯示出嚟。如果我哋係用期權計算機嘅話，我諗1個鐘頭都計唔到一連串呢啲工作㗎。唔信你自己試下啦。